别起，我是信步本体因。移民庙是印尼岛的行政中心。印尼岛总统因大小事情全部为了强势移民者做决定，尤其村里的肢体，而是当兵之前一定是为了移民者呢求一只平安符带在身上，认为移民者是战士，所以讲你做兵的时间啦，最能感受到移民者的必要。从去当年移民者会出境的时间。村里家家户户全部围入沙来组织移民军，建人去要打仗。武下的牧羊子女全部为收来的时候，希望讲佢唔好出去打仗，但是做得唔希望，为了无为因的家人，喊你会出去打仗。安样的亲情紧张啊，对你的脑海里的有人上都是当感动，真正是你一种的力量。你是你移民者的精神，当年啊，透过移民节日推接日推，传承下去。